来看行政院拨予各县市的补助款台20个拍去，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。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告发资价总处的公务员违法，呼吁各县市要做伙提起诉讼。那行政院是强调讲，这中央补助地方有裁量权，并无违法。行政院通台中央予各县市的一般性补助款25%，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，效应继续小。国民党团都质疑讲，资价总处是知法犯法。由行政院主计处在编列今年114年度预算书的时候，同时发文给立法院的议事处，行政院心知肚明，这个是法律义务支出，是不能删的。如果可以删，这代表行政院伪造文书；如果不可以删，这代表行政院违法删除啊！他们可能自己都忘记了，他们说总共要删到930亿，而目前如果不足的部分，要求行政院自行再删除636亿，也就是这都是蓝白造成。民进党团回击讲，迄当阵是拿白联手来台检总预算，才造成即摆结果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嘛告发资价总处的公务员涉嫌违法，要求检调联爱依法来查办，而且呼吁各县市政府发起一般的给付诉讼，含申请暂时状态假处分，要求中央先发放即摆扣掉的补助款。我相信大家都目标一致，照顾弱势、照顾教育的孩子们。以及希望的基础建设，一刻都不能等待。希望中央能够依法处理。如果中央跟地方机关有争议的话，这个部分在宪法诉讼法它是有解决的机制。如果涉及到暂时处分的话，那依照宪诉法第43条，那前提是要先有申请。法务部表示讲，尊重立委的意见，指出讲预算台检相关争议，宪法法庭当在审理，目前同款是依法来行政。行政院重申，即摆台检一般性的补助款是完全尊重立法院审议预算的权限，中央对补助地方政府有裁量权，伫全部考虑到全国军兴发展和地方的财政能力了后，照情形来补助，并无因讲的违法的情形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